Super Idol 的笑容，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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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唱啊！我袂记你后壁的歌词啊。确定你毋是袂晓唱？毋是好无？你看我音拢足准的啊！非得吼，我的重点是第一句就对啦。还是啥物重点？爱豆，爱豆，爱豆。哦，我知啊啦！你是毋是搁要讲咱的标题有写，来宾是谁？哎哟，我要讲的你拢知影哦。哦，你著讲几来遍，我哪会毋知？好啦好啦，安尼我后摆会搁想一个新的啦。哦，你到底是偌想要跳我的台啦？那有啊，我别讲。你确定你无？我别讲，你的舞台就是我的舞台啊！魔幻舞台啊，我是赶紧来开场，啊无你就要念咒语啊！你看你受伤我拢知。我要来开场啊！大家好，这是公司改台。考噼里啦啦，你死啊你！我是规个头壳拢是咒语，其实我波波你呢？我们那个魔幻舞台啊，可以撸多。好，大家好，这是豆哥。做啥？这是豆呢啊！较正经做啥啊？你在讲几遍啊？啊，无你用罐头啊？袂使。大家好，这是公司大家大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黑白边，黑白边噼里啦啦。咱的节目会透过对未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还有甲观众朋友小一批用台语念出来，个正经的好无？咱来欢迎今天的来宾，耶！爱豆要笑死啊！爱豆要笑死啊！爱豆的笑声，爱豆。Super 爱豆的笑声，笑声，就是。哎呀，后摆对咧笑安尼，要笑听就别个起笑，这打开始会咧起笑。冷静者，迄个爱豆，请你介绍一下。好，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为家己来王一家，买当叫我家己王。你是无练好？你拄则有顿呢？我是家己市花哦。你这个？真诶，家己市花。但你问别人讲，家己市花是啥物人？别人甲伊讲，哦，王一家。家己市花也毋知啥物啊，甲中华的市花毋知啥物。我还咧想迄个市花，市花是啥？桃花。家己的市花是啥？燕子精。你现在呢？毋是，是王一家。是我，歹势。哦，所以你是家己人？嘿啊，自细汉就讲台语。毋是，我是大学1年才开始咧学。大学1年才开始学台语，所以大家可能等你听一听，那会顿地。所以奇怪怪咯，怪要紧啊。因为我学2年尔，2年尔。嘿啊，所以这样大学3年。哎哟，所以恁兜拢无咧讲台语。阮兜即摆有咧练习讲台语，但是家己因为你去读大学，所以恁兜的人都加减甲你讲台语安尼。但是家己人毋是一般拢是讲台语的，就是阿嬷讲台语，毋过妈妈教我讲华语安尼。哦，你看，是大人拢会为着咱去学华语，结果咱少年人拢讲台语歹学，你看，这是毋是爱检讨？爱检讨。鼓吹者，鼓励啊，你才会袂大家紧去学台语，甲你用台语来对话。我伫团体内面都是讲笑话，讲笑话，讲迄种就歹笑的笑话，就歹笑的笑话。无你讲一个我听看觅。这是脚，英语要安怎讲？这是卡英语有啊，英语。毋过你嘛讲对啊 ，This is feet，就是 Jessica，耶！要笑一下。咱后一个题目是啥？所以恁就是一个团体，就是大家知影 AKB48 拢是迄条歌啦吼。听众朋友啊，即条歌阮会放伫迄上尾啊，迄花絮内底吼，爱听到尾啊，阮拄则有唱一句啊哈。所以就是恁团体，你要简单介绍一下恁团体的组织无？譬如讲有几个人啊，当初是安怎啊，还是啥物啊？就是阮 AKB48，伊其实的概念就是讲会当互相见面的爱豆。所以咧，其实 AKB48 伫足侪国家拢有设
嘉美团、姐妹团，姊妹团，就讲伫咧曼谷就有 BNK48 啊，上海就有 AK48 Team SH， 啊伫台北就是跟 AKB48 Team TP。你有感觉伊迄 rugby free 这两 rap， 所以 TP 就是台北的意思。哎，哦，对我以为是 TP 台湾。我本来想一个啥物台北的歌，本来要唱，结果我你讲一个，我袂记得。歹势，你继续想。想袂记得。啊，我的歌通常拢是为日语的歌词翻做华语的，日语的歌词来翻做华语。嘿，哦，通常拢是安尼。毋过旧年阮就是有出一个原唱曲、原创曲，就是原创曲。嘿，一秒一秒约好。哦，阮讲要你拍歌，我讲我在 Q， 好，我拍歌一个，我请大家讲请听。我讲要你拍歌。 YouTube 都会当听到。哎，经济真要加钱哦！哎，拄则低道靠钱啊，啊，搁来用无卖哭啊，这搞了了。好啦，哎，啊，这点版权，但是我嘛无希望你唱超过15秒哦。我开始，吹一个泡泡，把自己打爆。嘿嘿，大家当去 YouTube，你可能一句话呢，你就敢唱一句呢？是大家好靠几靠无啊？听众朋友其实伊敢若要唱一句，伊敢若要唱一句呢，经济人里边害头啊！哇，哇，好啦，安尼，所以咱台湾分布是安怎建出来？譬如讲，恁团体恁即马 Team TP 有几个人？38人，38个人。嘿， AKB48 毋是要有48个人，毋是呢，毋是因为迄种关系呢，就是48，就是 AK48，其实是因为日本遐有人叫做，就是伊的头家是有一个人叫做18，哦，18，嘿，所以迄个48，迄个48，毋是48人的意思。啊，我原来是安尼哦。哎呀，我想哎呀讲人我这怂的个应该就是真卡怂我拢毋知。二掉。好对啊，今日佫上一课，好，谢谢，多谢来宾，咱结束哦。结束，多谢大家。靠钱啊，靠钱，是 AKB48 Team TP 的王一佳。靠钱，靠了了。哦，啊，所以你拄仔讲你有38背啦，人，歹势啊，记忆无啥好啦。啊，你38个人差不多拢几岁？差不多几岁哦？差不多几岁啊？差不多，这你无熟，差不多这个在讲16岁到15岁到17岁哦。哦，所以所以就是迄当阵毋是评选的时阵有一个标准，比如讲几岁到几岁拢才参加。系啊，哦，迄个时阵的标准是12岁， 12岁。嘿，就会当参加。阮迄个时阵啊，哦，是12岁。你迄个时阵是当时5年级嘛，4、5年级。我迄当阵13岁咧，你也太差个，那可惜无去啊！你14岁啦，你可惜啊！你买使去啊？我18岁、19岁啊，你是记起哦，来啊？安尼我较老呢，对，我叫姐姐我，20岁。叫姐姐我要吐啊！好，安尼就是想要问你当初是安怎想要去参加这个丁选的活动？就迄个时阵，我是看网络啊，看到广告，我就想讲，会当试看嘛，因为我本来就对徛伫舞台唱歌跳舞就足有兴趣啊。哦啊，我就想讲，上重要是啥物？免钱免钱啊！哦，报名免钱，家己人这足重要的。这个家己人有啥关系？这个家己人有啥关系？地图炮啊！就是嘛无损失啊，就想讲，会当试看嘛，嘿啊，试看嘛。嘿，啊，你报名进前敢有其他的舞台经验？我是细汉时阵有去，伊就讲伊市会啊，你个嘿啊，市会，所以平常时爱伫路边可能徛咧，你大家好我市会。树啊顶管，干嘛有这回事？莫甲我变咯。我有参加舞团啦，舞团哦，嘿跳啥物嘢？啥物？啥物拢跳呢，啊比如民族啥物的，所以你要芭蕾地板动作 breaking。迄是无啦，迄是无。你跟你讲你啥物拢跳呀？我迄个时阵有参加一个家己市的舞蹈比赛，家己市的舞蹈比赛嘿，啊就我第4名呢。哦敢知几个人参加5个。 ？4个人。哦，你真是恁真够讲笑亏啊！这毋是笑亏啊，这就伤心的哦。哦，真是我感觉比 Jessica 好笑。啊，所以想要问讲，就是你当初是比赛迄个过程当中，迄个心情啊，还有就是你安怎准备？
哦，迄个时阵是足公开呢，迄是都公开，明示了后，就会甲所有的人囥出来后，民众会当投票。所以就是当初是报名有几个？听讲有2000个， 2000听个，啊，跟这样38个。嘿，听讲是安尼。啊，全部拢是叫网友去选的。嘛有公司去选，就一半一半安尼。就是你今日若真正是迄种，这就是 idol 的，就是比较劲起来安尼。比较记起来。哦嘿啊，啊，迄个时阵为着爱互评审有印象，所以我就有唱蓝管，因为我会晓蓝管。哦，你有就这样。然后就是我较很黄爬来，即种诶，迄耳机伤大声，我有较远哦。袂歹，真好。哦，所以这是你的才艺表演的对吧嘿？所以有因为即个南管的表演，我就入去啊。特别有迄个印象安对，因尼。为即个南管入去啊。啊，所以伫迄当阵的心情，敢有做紧张的。譬如讲，就是伫网友投票的时阵，还是啥？就是因为我去的时阵，佫是高中，对，嗯，我就逐工入去学校就讲，大家投票哦，邮票的对啊。投票。你的情乐偶像已上线。大家你是不是无投票？你要用迄，看到哦你。要用迄 idol 的开口来讲话啊。大家爱记你投票哦，我就看你会使加偌久。托哦。所以还是直接看相片的网站，嘿啊网站。我更有一个，逐礼拜拢爱翕一个影片，哦大礼拜拢看，家己翕嘿，家己翕影片，哦，啊，家己团起嚟安尼，嘿啊啊，有说要剪接，有，哦所以你要家己加啊，嘿啊，家己翕家己加，嘿啊，啊厉害哦而！且翕迄种足好笑的影片。会晓跳舞，搁起花，啊，搁会晓哎呦剪接，搁会晓录影，搁会晓多谢唱啦歌。哎呦，真正是爱豆哎的，呦，加讲一个，真的。继续讲，继续讲。诶，等下扣1000个，扣了我笑。好，过来就是想要问讲，就是你入选了有做啥物款的训练？因为阮逐个对爱豆其实拢无啥了解，感觉讲哦，就是安尼水水啊，穿一个裙短短啊，安尼啊，逐个拢。我干嘛安尼？听这人讲有呢，经济我无安尼吧？经济那边一直点跑，一直点跑，小编笑到人起笑啊！就是阮上重要的就是跳舞嘛，跳舞，因为阮其实逐个月拢会有公演，公演嘿，公演就是一遍就爱跳16条歌， 16条歌，嘿，足济。啊，三不五时佫有演唱会啊，佫有固定爱出唱片，所以所以以就是恁就是讲有固定的时间拜六礼拜是基本上是一定爱练习的，哦，所以就是基本上是为着跳要表演的歌来做训练啊。所以就是你拜一到拜五，你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嘿，毋过暗时啊，佮嘛定定啊，毋才会伫 IG 面顶甲我玩家，啊，毋才会伫 IG 面顶甲网友玩家，暗时啊，有当时啊嘛爱去练习安尼。哦，爱去练习嘿，啊，所以拜六礼拜的差不多拢固定，而且活动嘛拢办伫拜六礼拜。嘿，哦，啊，所以就是除了唱歌、跳舞、佮有一个是足特别是媒体应对，媒体应对嘿，哦应 ING 应媒体应对是安尼甲应对，媒体应对应对应对，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媒体你个叫人应对，咱都会学台语哦。来一两三，一两媒体应对。这爱豆都高追的呢，但是我无钱通改岛内，你薪水啊，你要甲岛内哦，你要甲岛内哦。我考虑者。我平常你甲玩家啦，我是无咧甲岛。迄个时阵就是老师要来上课，对，伊甲恁教讲就是安怎讲话，嘿，所以你即摆回答甲你问题，即摆甲阮讲话，甲阮回答问题嘛是已经上课过啊。无毋对，啊，我无爱听这啦。今仔日你先去边仔等一下，好无？我想要听迄无教过的迄种。啊，迄个时阵就是为着要互阮知影逐工发生啥物代志，对所以拢爱阮有一个赖群组，对，啊，逐工拢爱录音，录音啊录媒体新闻的内容，差不多1分钟，哦。啊，譬如讲就传去互人问老师听。譬如讲人问讲，请问你对即摆疫情有啥物看法？安尼吼，差不多即种吼。就是念新闻的歌啦，哦，新闻的对歌。，新闻歌，啊，敢有迄就是控制迄就是
体重哦，系啊，嘿啊，爱牛体重，差不多。一定爱呀、嘿啊，我会记得迄啥物韩国的团体啊，因毋是有迄骹爱偌长无？啊，因逐工训练就是爱徛迄爱捏骹尾啊，爱阮是无啦，啊我迄遐严啊迄重。棍啊，长度就是爱符合迄个比例啊，迄阮就是牛体重尔，牛体重啊，譬如讲伊有规定讲你爱几公斤，逐个人拢无共款，每一个人无共款，共情款况无共啊，款，会比较有良心啦，啊较有良心，嘿，较有良心，良心，较有良心，良心，较有良心，学台语，我知影伊的 ing 甲我共款，你应证人哦，良心，你家己人个你还假。安尼想要问讲，就是你目前啊 IG 有万外人，你甲你追踪，拢是因为我看你即个口罩就是你 AKB48 Team TP 了后才开的嘛，对。是，所以即满有万外人，你甲你追踪，啊，你敢有你看讲，你敢有你看后台的讲像你甲你看即个人客，差不多拢是几岁到几岁？我看差不多是18岁到34岁， 18岁，是恁诶，无我你甲伊讲玩家尔啦，迄冤家可能无算，18岁到34岁，嘿啊，拢是查甫较济吧？查某较济，查甫差不多是99%，嘛无啦，无遐款。我查某的。我的妈妈，我的姐姐啊，哦，安尼差不多是98%，98%比2%。嘛无遐悬啊。这是咱奇怪呢，咱不管找查甫的来宾还是找查某的来宾，啊，所有的卖种拢是查甫的较济。敢无迄种有迄查某卖种较济？我甲你讲，阮的节目70%嘛拢是查甫的是伫听。哦，因为主持人是查某的吧？嘛毋是啦，就是可咱的能毋是即个可能咱原因。的话题甲内容修订啊，拢是查甫的伫听。那呢，你感觉讲，就是因为18到34岁嘛，每一个年岁、每一个阶段介意的物件无共款，但是这个人拢会介意你。你感觉讲去是，拢袂歹势，免嫁一个吼，你嫁一个爱豆，嫁一个。哦，无啦，你感觉讲这个观去因这个观众来甲你追踪的原因是啥物？因为我就定定囥影片去顶悬的，对，就是我进前一万追踪的时阵，我就有做一个客话，就是讲，连续30工拢囥足好笑的影片去顶悬。你的影片是好笑的我的影片，你我家己好笑的影片，你逐工拢爱好笑啊。嘿啊，我逐工来好笑，就忝的呢。所以你爱家己想安怎会好笑，嘿爱甲翕起来。嘿啊，，差不多就是拢15秒差不多。 ，15秒好笑，逐工。啊，囥 YouTuber，囥影片伫 YouTube 叫做 YouTuber，嗯，啊，囥伫 IGTV 是毋是叫做 IGTver？我们讲 IG 课，IGTver 也可以 IGTver 蛮会使啦，蛮会使，所以我应该是 IGTver。应该是啦。因为我看恁 FB 恁的名册就是敢若 AKB48 Team TP，就是官方的。嘿啊，恁每一个人就是拢用迄，Instagram，对哦，Instagram， Instagram、IG 啦。喙我感觉上齿就无用重要的是因为我足高追的吧。那也无讲话，你大家哦，即摆爱豆，大家看媒到体应对拢是安尼教的。那经这几年的媒体应对，敢真的有教好啊？爱问一下老师哦。老师都一个啦，我要去找一个。大家看到伊家哦，高追追踪，安尼应该是安尼。袂歹啦，嘛是真不离啊高追啦吼。像种朋友，咱会伫咧 IG 可能拄仔用走的一摆上，真正是袂歹高追啦好，安尼就是想讲，你即嘛是爱豆啊，佫是学生，那安尼你敢有对你的未来有啥物款的望还是期待安尼？吼。是啥物计因为你看，划你佫会晓唱歌、跳舞，啊原本就会晓，佫会晓唱南管、南哦，迄个南啊点好，冠南管，啊佫你敢会晓乐器？哦，会晓本拼呐，拼啊呀，嘿啊，都唱啥？无啥物意思啦。你是受去倒位去分拼啊？我18岁啊，我会知学袂讲啊。我听无呢。无代志，无啦，无什么意思。分品啊，啊个啥，个会晓加大翕影片，继续讲。啊个生甲足高级，哦，多谢。起灰起灰。机会每天应对嘛，才趣味。安尼你会使做一个海星学习，
因为阮团体其实足多元的。做多管大家可能会感觉讲，AKB48 Team TP 的人是毋是敢若高水尔？我甲你讲，你若是感觉阮团体敢若高水尔，就是你敢若看着我尔。嗯，啊，你讲你拍电动？我无呢，哦，哇，咱两个别下。袂下啊。嗯，亲像阮团体嘛有人咧唱 rap 啊，哦，我知，啊，嘛有人伫拍电动诶。嘿，嘛有人，就是足多元的。毋过我家己可能未来就是台语啊，是练好好，台语练好好，主持练好好。哦，对啊，对啊等诶，听众朋友啊，阮即摆是要讲啊啦，因为吼，伊吼，这甲阮后一个共款啦，吼，这两条甲你藏做伙问啊嘿。好啊，你当初是安怎想要来参加台语主持人？这敢是藏伫你未来规划内底？就是因为我原本嘛是对台语有兴趣，啊，主持嘛有兴趣。对你台语主持人就是一定要参加，哦，而且上重要是啥物？精算嘛毋免钱，什么拢毋免钱。你家己都会起来敢有这欠嘛？家己饲毋是拢做拍唱诶，哦手骨做粗诶，这我毋知。我是知家己人拢做歹诶，就是去遐食迄鸡肉饭啊，全部包哦，拢免钱哦，做拍唱诶呢，开钱做拍唱诶呢。啊，你那跟我熟悉无啥共款，免钱就好。欠干呢？嘿啊，而且啊你就是若今日来录音嘛免钱，敢好？惊着，雄雄毋知要安怎讲。而且参加迄个台语的竞选，我感觉参加竞选其实足好诶，因为你就会当实在无共诶人，对就足厉害，台语讲啊足好，还是个性嘛足趣味诶人，对。就是参加竞选是有好无歹。啊，你感觉讲就是参加台语的竞选，甲有就是恁团体迄当阵就是爱豆伫竞选的时阵，你感觉迄两种，因为迄风气甲迄风格应该是拢无共款。毋过我感觉共款诶是，大家拢足想要展现家己诶，哦，无变的就是迄个想要展现家己的事，嘿嘿，啊，但是迄个气氛呢，气氛哦，比如讲就是因啊为，遮无查甫啊，主持人有查甫诶，遮哦，哦，所以就是查某囡仔甲查某囡仔之间，哎哟，经济是要听着，查某囡仔甲查某之间，还有迄种会互相比拼啊。毋过其实大家人拢足好诶，就是互相鼓励，哦，这互相鼓励安尼媒体对应啦吼。大家拢会互相鼓励啦。媒体对应啦，互相鼓励。啊，若是台语即边呢，因为有查甫囡仔，是不是气氛就无啥共款？其实嘛还好呢，还好，对啊，差不多，差不。多。啊，爱准备的方向，敢有啥物无共款？准备的方向，因为遮其实是爱演戏呢，遮爱演戏哦。嘿，主持人的精算爱演戏。哦我迄个时阵就是老师讲，你爱家己编一出5分钟的戏，5分钟的戏。对，啊，阮即组就编10分钟的戏，而且真正毋知咧演啥，伤得我是真正毋知咧演啥演一个死去的新妇呢，嘿，啊，你就倒去啊，自头倒到尾哦。我是后尾仔才死的啊，哦，我嘛毋知我家己咧演啥，啊，演10分钟，老师敢有甲你讲恁超时，无咧，老师讲哦，足好笑诶，做好笑诶。我是好笑的戏呢，啊，你毋知你家己演啥，就是你感觉毋知家己咧演啥，我嘛毋知，咱今日你好问啥。我到底咧听众朋友，听着啥？听众朋友，你若要投诉，去伊遐投诉。我会回事咧，阮就是阮歹势阮是做到回事的啦，阮就是一个开讲的节目啦。啊，所以讲就是你讲啊，若你讲竞选的时阵爱演戏，啊，咱节目伫翕的时阵，敢有爱演戏？你讲啥物的节目？你讲讲着节目，就是咱的节目啊。该不会是该不会是？修行的迄一天？对，修行的迄一天，嘿，修行的迄一天，感谢呢。我看你就是要安尼唱，我嘛毋知想。迄无咧演戏的啦，实境，因为实境的节目差不多拢免演嘛，对。系啊，啊，但是实境甲恁做爱豆有啥物差别？因为迄就像迄一差天爱去田呢系呢，啊，你是爱豆呢，你会使去田呢哦。而且阮跳舞的时阵虽然就热的，毋过对有冷气，对，拢有冷气。啊，对迄我是去冰冻翕，冰冻嘿哦啊30几度，真热，热。啊，就热的。你敢有拍乌？我本来就足黑啊，拍一个拢无啊。
拍一个拢无啊，什拍么意思？一个拢看无啊，听着声无看着影啊。伊家己倒位？以前做顶的呢，以前做顶。哦，咱这练气做顶，恁去关掉，恁去关掉。干怎？要死啊，要死！而且就会当体验做事人辛苦啊，哦，就真正足辛苦诶，爱逐工拢伫遐咧拍日头。哦，所以就是爱多边拍日，啊，像咱这个实景的节目爱拍日，哎呀，迄个歌是一直流诶，一直流歌。毋过爱豆是无咧流歌诶，爱多袂流歌，袂袂流歌。爱多袂流歌，袂流喙烂，袂放，袂变数。爱豆什么袂使做啊，嘛袂拍的啊，会当讲笑亏啊，嘛免食饭啊，生乳啊，什么拢免做啊。爱都无好做，爱豆无好做。就是你拍影片，拢拍15秒，你拍30工，15秒450秒，450秒。哇，你算起来就好诶。啊，无，嘛差不多是几分钟尔。对啊，所以但是阮的节目应该是一段嘿半点翕足久的钟，对啊，半点钟的节目你当阵录偌久？录3工，录3工，嘿，就敢若加出半点钟，嘿啊。要收哦。而且就是，毋过我感觉较好诶是，就是真正是甲大家生活做伙，对，所以会加一个爸爸妈妈，会加一个阿公阿嬷感觉。所以恁就是去遐住，嘿，住3工，住3工，啊，就是实际就是看讲恁去倒一个啥物农作物，嘿农作物，农作物，农作物，你点吗？你点吗？农作物。哦，那是最厉害的呢。哦，也最厉害呢。哦，所以就伫遐住3工。嘿啊，去 long stay 安尼，甲迄日本迄个我都想来去庄卡住一工，来去庄卡。来去庄卡住一工。所以你感觉就是去庄卡呢住3工，互你啥物款的感觉？是啥物款的感受安尼？其实就温暖的呢，温暖就是冰冻的人冰冻的日头，热情。你是因为冰冻的日头做温暖，还是因为人情？人情嘛就温暖的。啊，但是温暖的但是去冰冻应该就是讲，因遐爸爸妈妈甲囡仔拢讲台语啊。嘿，是你有感觉讲你的台语因为这个节目转来进步无？有进步真济，爱强逼家己进步，强逼。袂使叫安尼啊！我是看咧，拢做爱笑的，变怎？为什么？安尼为着要互你进步，你即马唱一条台语歌我听者。爱点歌无？妈妈是歌星，你要唱？我18岁尔，我袂晓唱。你毋是讲你是姐姐，我18岁，你搁讲你是姐姐。我18岁尔啦。哦，你凊彩唱一条啦，你会晓唱的台语歌。Happy birthday，啦啦啦！我想看卖哦。唱台语歌哦。对啊，你来参加台语的节目，你就是来唱一个台语歌啊。头壳想想无。你拄则跟他唱一条，你日头若遐尼光，照着阮规暝拢袂当困，连头毛拢无休困。系啊，啊，敢有听过？有有嘞，有嘞。过来你唱啊。无面啊！我有想袂起来，我知影歌名啦，袂歹啦，哦，袂歹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天色渐渐光，有会讲有啥人？有够差，有够差。咱今日这到底是啥物节目啊？我就听奇怪，今日毋是要采访爱豆，我咱感觉来的毋是爱豆，我是爱豆啊，你是爱豆啊？我是 AKB48 定 DB 的王家。我看这 slogan 就等诶，那你定下啊，练就总久的对共介绍无？就爱10秒啊。咱即摆拢用真诶，中国这个声音来讲话，嘿，贝贝，我无法度，试看卖嘛，贝贝，你是姐姐呢19岁尔呢，19岁少年呢，给阮一回呐。伊无想要接诶。我脑无法度歹势。我扫声，无度要算落，无度算落。好啦好啦，好啦，安尼无，互你来简单宣传一下你未来行程啦。我袂会好，安尼我要看过哦。好，
足济哈，我看者，等下我看者。无啦，无足济啦。哦，惊死人哦！就是咧，阮逐个月伫咧华山拢会有 reset 公演，一遍就会当听到16条精彩歌曲，舞嘛足好看，更会使体验大考的文化。上重要的是，会使熟悉 AKB48 Team TPG 的认真拍拼的团体。伊讲伊讲你干嘛心嘿啊？讲到尾来变成是毋是无认真啊？打 call 是啥？你咧打 call 就是听种朋友讲打 call 是啥？大考就是阮咧跳舞的时阵，袂种就会伫下骹讲哦，小细卡哇伊一家安尼，哦，人家应援的，嘿应援应援应援你敢有迄影片？赞你到时声啦阵，你到时阵我会当考你看。对啊，阮 IG take 你的时阵，你著爱甲网友介绍讲，我什么是打我 call？我即句加出来，讲什么是打 call，啊你著卡考，你著是安尼。打考会台语。我是希望因甲迄钱哦，讲卡起来，打 call 拍过来，扣咧，甲 call 拢拍过来，我是看话，卡油哦，卡油是蒙你，卡油卡油我等下会使卡。卡油。好过来有5月20号开始，逐礼拜五下晡5点，伫咧公视台语台播出的修行的迄一天，会使看到主持人去庄头甲囡仔讲台语，做伙体验修行的趣味，佮有体验因的日常。主持人甲囡仔拢足够注意的，大家当看，感对谢对，哦，双头甲媒体应对。我本来想讲，迄修行迄一工，阮要家己小可补者，结果伊拢讲了。爱豆，媒体应对啦。但是，就是听众朋友，就是业家的买种吼，恁较冷静的吼，因为我毋知影业家是倒一集吼，所以恁就是逐集拢甲看嘿，咧，大家都爱看。逐集拢甲看咧去，因为业家甲遐个朋友嘛，拢有斗阵过，伊嘛知影讲，其实逐个拢做趣味的，做古锥。而且阮即个修行的迄一工，即个节目啊，是一个做温暖的节目，无毋看起对，来做轻松的，做爽快，你就是看，哎呦，囡仔那样好就笑，笑诶，做笑笑诶。做笑的，哎，我要笑死啊！免怎？免怎来？我时间差不多了，这是要甲赶走的，被休困啊！这是要甲赶走的。手到淡薄忝。对啊，但是就是咱的电视是5点播出啦，是电视是5点播出，但是咱的面册甲 YT YouTube 6点嘛有播出，哦，就是因为惊讲5点的时阵，就是有一寡该看无对，逐在个下班啊，囡仔还未下课啊，还是讲就是逐个上班的时阵，伫咧走总啊，看无啊。但是免烦恼，阮这6点播出的时阵，迄个影片播了嘛，拢会放伫面顶，嘿，过老的，对老咧。你若是一届看无够，2届看来到，3届看甲呛呛滚，啊哇4，届咧，膝盖赞啦！每天应对都无甲死咧。反正时间我嘛毋知差不多。啊，你拄则毋是有另外一个笑话，佮讲一个啊？佮讲一个，就是为虾米袂当拿招标拿食饭？为什么袂使拿？因为逐着啊。因为 jogging 弄破碗，jogging 弄破碗。今仔日你会寒无？你错咧，你想要休困啊错，你错，口错。好啦，今日真欢喜，邀请甲你来，耶！真古锥，真古锥。后边就来。听众朋友，咱想讲，咱两个人拢欺负即个爱豆，嘿啊，是啊，无吧？我你安尼等下用叫你的买种妹啊！你等下用叫你的买种妹哦。你在说你哦，我拢会还给呢。我一感觉我伫咧 IG 顶管玩具。袂啦，小编甲迄业家的感情是做好诶。是，阮拢伫是吗？敢是？即摆是啥意是啦思？即摆是啥意思？你搁有想要领钱无？你等下有想哦，要？是，阮感情就好诶呢。阮拢伫使人买种，就是买种拢会叫阮两个，啊，然后阮拢调工就是这样使啦。好啦，听众朋友啊，今日吼真欢喜邀请到业家来，雄雄要甲收起来无？差不多啊，差不多，差不多。后盖希望看你若你若有啥物活动，比如讲发片是啥物，还是讲你找着另外一个台语的，你若有啥物台语其他发展的，会当再过来啦。好，啊，无咧卡你后盖来，一定来。无咧卡你就搁接着阮的新节目啊。哇，哇，会使系啊系啊，未来佫有机会啊。对啊，你看你讲你未来展望，啥物拢想要做，主持啊演戏咧演戏，演戏嘛想要做啊，啊演戏你想要演华语还是台语的？演台语啊，我感觉，人生了水的人去迄，我去演新妇。新，搁要演新塞，你这找到鬼啊！叫你煮饭，创啥？
中就被个拍安怎？好啦，莫个闹啊，今这就要起笑。好啦，安尼今日真欢喜邀请你来，即句讲3届啊，想不起来。讲3届想袂起来，想袂倒来。好，希望后届吼有机会这个再会，啊，咱继续伫咧 IG 点关。对啊，网友拢会使伫 IG 跟你开讲，嘿，还是讲你有啥物固定的直播，还是开讲式，还是啥物？哦，伫咧浪 life 有直播，大家当来看。long，所以你会 Long life，回伫你就会发伫你的 IG 嘛，对吧？嘿，对对。啊，恁的迄 Team Taipei 应该会发，譬如讲你的直播应该会，还是跟他伫你的 IG 啊，交名册嘛会发。名册嘛会发，嘿所以好啦，阮到时阵的铺文会甲你这资讯拢写出来。好，好，麻烦你啊，到时阵我要抽，不啦，该抽钱哦。飞机，录一台炮车，录一台芳船，啊，还有啥？你到这个看，想袂了，想袂了。好啦，结束，今日收尾。真正要收尾真啊！的收尾收几届互伊等，等就久啊！互伊等去啊！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祝们，来请问，多谢大家努力。你的来车嘛是破音，来请你破音是你的行，好，不管我就想咧，耶！我唱，唱一遍。AKB48 的爱唱一条歌。I want you， I need you， I don't love you 我白来，哇，有人迄低头靠钱啊，啊，里麦古钱靠钱，我直接靠快算咯，去欺负了，快算咯。即摆开放岛内啊，吼，岛好过来，钱，结果骗你的卖种来岛内，叫拢我生气。我拢无摕着。这可能加一个拢哔哔。你刚才唱个你的歌， I want you，两位好歌声，像一个泡泡把自己打爆。啊，你唱台语歌好啊，对你唱台语歌，爸爸爸，唱台语歌较好笑。较有迄种感觉。